沖繩翻屋企前呢，快閃一個唔夠24個鐘頭嘅 KL trip， 反正好似再評更多嘅股市嘅睇法都冇太多人在意，而且要講嘅又大致講過晒啦，預期要發生嘅嘢又唔會係即刻出現。今集就乾脆咧就係講飲飲食食啊！趕上5月馬來西亞嘅榴蓮當造季，今次去咗 PJSS2 嘅榴蓮先生去開榴蓮，先睇一下榴蓮價格嘅行情。大致上我覺得比上年加咗1成啊！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係檳城老樹、松鼠王同埋昆玉，不過昆玉真係要喺吉蘭丹同埋檳城咧先有機會揾得到啦。加上因為落機太遲嚟，松鼠王咧剩翻最後一個，而且2.4 kg 叫價330 ringgit， 我覺得性價比唔太值得去開，所以滿足一下口癮，最後都係開咗個2.1 kg 嘅貓山王同埋2 kg 嘅黑刺。當然，如果你真係想要最正又性價比高嘅呢，個人始終都係推薦飛去檳城，喺朝頭早7點至8點上檳島嘅後山食，會係更加新鮮多選擇同埋更加實惠。得罪講句啊，食過馬來西亞嘅榴蓮，你唔會再想翻轉頭再食翻泰國同埋越南嘅貨嘅。兩個食完覺得係黑刺比較好，酒香比 creamy 咧食起嚟更加係飽滿嘅。酒店 check in 完嚟到馬來西亞咧唔食肉骨茶真係白嚟嘅。食過好多間呢一度嘅肉骨茶，我自己都冇特定必食推介，通常咧都係揾一間未食過嘅。今次嚟試心萬利，聽講係已經傳到第3代噶啦。肉骨大件冇孤寒嘅，但係食埋乾個呢，我個人覺得乾嘅比濕更加好食嘅。食完晚飯翻酒店前過嚟雙峰塔打卡，送到入去 Suria KLCC 涼一下冷氣。雖然夜晚 KL 溫度依然都有28度，但因為呢一度唔似香港同台灣嘅天氣濕熱啊，都係空氣涼爽，所以夜間嘅體感冇話真係太熱嘅。時間係星期六嘅晚上8點半，距離商場閂門仲有個半鐘，但係可能因為 KL 嘅地標啦，我哋仍然可以見到商場充滿人流，名店大型國際品牌 LV 啊、Dior 啊、Chanel 啊，呢個時間裏面都仲係見到有客嘅，可以理解呢一度嘅消費力一啲都唔弱。走出去噴水池嗰邊提醒咗我今年係有世界盃，撞正喺 SpaceX 嘅上市日。KL 有3大嘅旅遊商場 Suria KLCC、Pavilion KL 同埋 TRX。今次 day trip 住喺 Pavilion 隔離，食完個早餐 check out 埋先寄存行李入去 Pavilion 走一圈去睇睇。以星期日11、2點嚟講人流一般般嘅啫，可能撞正星期1、2馬來西亞 holiday， 有4日嘅時間，本地 KL 人都出咗去外遊，加上外邊天氣熱33度，眼見多數嘅都係旅客入嚟去吹冷氣，咁樣睇好似我都係。以 KL 其中一個標誌性嘅商場嚟講， cafe order 一件 cake 加杯嘢飲人均都只係唔夠40 ringgit， 喺香港同新加坡係唔容易做得到噶啦。但呢件 lemon cake 嘅味道同埋口感就一般啦。如果嚟到 KL 真係想要感受呢度近居民嘅大型商場，我最推薦嘅係去 Midfield， 要國際名牌有，要民生大眾商場都有。基本上一入去，你已經係見到充滿住本地居民嘅人流，食肆選擇又多，而且最近1年新開咗我每次嚟 KL 必食嘅海腳人嘅分店。不過大部分日子我都係去 TRX 嗰邊嗰間，可以話係我喺 KL 嘅飯堂。Midfield 呢一間我都係第一次試，魚蛋都係爽嘅，一碗海鮮粉麵嘅份量充足，有8件魚，但個奶湯湯底味道就結濃，我都係翻去 TRX 嗰邊食就比較好啦。仲有少少時間翻去攞行李前就走一圈 TRX。呢個商場嘅定位係 KL 嘅金融圈同埋富人圈，3個市中心嘅地標商場。我個人最中意行嘅都係呢個 TRX 商場，地面積大，樓高5層半，設計會有一似 IFC Mall 混喺 Elements， 地下接駁 MRT 同埋附近新建成嘅住宅物業，商業同消費娛樂配套並存。商場最頂層平台有小朋友嘅 playground。對於本錢實力夠，打算嚟定居 KL 同埋經商嘅話揀 TRX 同埋 Pavilion 附近5分鐘路程嘅物業比 Suria KLCC 會更加好。雖然售價都係偏高水噶啦，但係長期嚟講價值優勢都係比較高嘅。不過係純粹嚟 KL 陪讀同埋退休嘅話就揀 Midfield 同埋 Desert City， 至少係人流集中地，有足夠一般家庭生活配套設施同埋需要。雖然我係睇好馬來西亞嘅長期經濟發展，不過同時間今日馬來西亞嘅地產市場已經出現咗同2015年前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同樣嘅問題，需求飽和，新建樓有價冇市嘅情況。同中國嘅分別係馬來西亞唔係經濟靠地產投資發展經濟。時間差唔多，我都要趕飛機翻去啦。我係 Lockin， 下個 trip 再見。